来看嘉义市有一条自日本时代就有的医生街，叫做光明路。这条路即马阁有医生馆高达个经营，某一寡医生馆已经改做咖啡厅、文创商场，是真受到注意。嘉义市的文化局最近这几档就整理一寡老医生馆的故事，望讲透过医生馆的建筑、医师、行医的故事，提供民众佮游客无同角度来看嘉义。 用展览的方式布置医生看诊的所在，边仔有较早病医的家师，佮有以前读医科的教材，要来互看的人知影家己100当前的医疗历史。就这样的一个医疗文化的空间，未来怎么去活化，怎么样去再利用，那么能够一者能够推广观光文化，那么二者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都市有特色的复兴，能够有具体的帮助。100年前，开始台湾进入这个西方的医疗，那大家都非常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成果。台湾图书室文化协会得到嘉义市文化局的支持，伫进前老戏院的调查结束了后，搁开3档的时间来调查记录这60间老医馆。对之前这些前辈医生们。 他们在嘉义市这边的努力，不管是在文化啦、政治啦或医疗这方面，我相信这些调查的成果有非常的帮助。现在医疗是靠设备了，药物都是有比较比以前很多了，很进步这样。那以前的医生他们就是靠那个经验，还有那个热情。 1895到1960年这60间老医馆，伫即摆展览会当看到医疗历史的演进，嘛有因对家己政治文化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